安定新吉利社区因为切到无法度消化大量雨水，对107年到今已经有2摆严重的重水，来影响道路通行，更威胁民众生命财产安全。所以市府向经济部第6河川分署争取治水的补助1400万，佮自筹600万，总共2000万来进行排水应急工程。市长委托29号伫副议长林志典等一个民代陪同，嘛前来会勘关心工程进度，并听出水利局长的简报，希望如期如期伫明年雨季进前完工。这个时候，那个汛期已经过了，赶快来开工，赶快来做好，那能够提供民众一个安全的保障。尤其这个地方，我想大家可以看到工程已经在进行了，那希望说能够在明年汛期前，能够提供给民众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。会勘当中，刘义国国文嘛表示，已经向中央争取后一期改善下游通水的预算，希望彻底解决当地饮水问题。我已经有跟赖建新赖署长通过电话，他希望列入下一期的前瞻之前，他有请我们市府水利局先行规划。安定新吉利本来地势就较低，加上旱象更老旧，而且现在积水一定是袂当消透。电线路寄望这摆工程会当大大改善。但是新闻阮及采访报道。